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来，请进。妈呀，妈，来了啊，请进。哟，金大哥来了，欢迎欢迎，哎，来来进来坐吧，坐吧坐吧坐，哎，坐坐，请坐请坐啊。哎呀，大妹子啊，我搬过来住，可是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一家人了，什么麻烦不麻烦？哎，在一块儿，对，一家人一家人。是。你看啊，这是我特意到星光天地啊，给您选了一套护肤品。啊。卖货的姑娘说呀，它特别适合中老年妇女用。我其实平常我从来不用这些玩意儿，不过也谢谢你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，谢谢。小娜，小娜，喝点茶吧。来，哎，小亮带你爸看看房间，您就住客房啊。洗手间的浴巾呐、牙膏、牙刷什么都是新的。另外您也看看那被子够薄不够，怕你嫌热。谢谢，看看吧，谢谢。哎。哎爸，这边，这边。哟妈呀，太好了！你怎么这么好啊妈？你太善良了！我跟你讲，妈，这点真的你特别像我，我就是心善良。谁？不，我算你，真的好。再善良也是有底线的，对，也得看他爸在咱们家表现怎么样。表现要不好，你妈不善良的那一面，我告诉你要露出来也吓死你。我妈还是大部分都善良的。去边去！爸，你跟正这边来看看，厨房这就是厨房了，都是开放式的这种。冰箱在这儿，你要是渴了，你到这儿就有冰水啊。你看这厨房里面还有一保姆间呢，你看，就这儿呢，你看。喂，老同志，怎么样啊？那边？成功打入敌人内部。太棒了！你们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我跟他们斗智斗勇。行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好，你也早点睡，丫头啊，把门锁好了。知道，就这么着啊。拜。拜拜。我这心里怎么老是打鼓？怎么那么不踏实啊？有什么好不踏实的？总觉着有一种火山爆发之前的恐惧。男人预测都不准，杞人忧天。干嘛去？吓我一跳呢！我看看我爸去。接着睡啊。这起得够早的，怎么样？睡得挺好的。哎呀，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呀。又做梦了？
梦倒是没做，太硬了，硌得骨头疼啊。不是爸，这垫子跟咱家你睡那垫子是一样的，可能是你没适应，得睡2天就好了。适应适应。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那你这个床头是冲哪个方向啊？不是这个方向跟咱们家你那屋里是一样的呀。是冲南吗？是冲南。那你说怪了啊！我这一躺下呀，这头就发炸，偶尔没办法睡不着，我就把头调过来睡的这不。哦，那这样下班以后，我跟小米把这床调一个，好不好？不用，我就这样睡就行了，别麻烦了啊。行，那我走了，我上班去了啊。你吃饭了吗？我来不及了，我路上随便买点什么就行了，没事啊。是不没人给做呀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你怎么穿跟我一样衣服啊？你这人真有意思，你怎么穿跟我一样的衣服？不是，不哪儿买的？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你先说你哪儿买的？香港啊。我动物园。不可能啊！这买上说这得买就这么一件儿，你盗版你多少钱买的？我告诉你，反正比你便宜。哼。一模一样啊！谁呀？哎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干嘛呀？啊，我就是来确认一下，你是不是确实住在这儿？我确实不确实住在这儿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确实住在你那个楼上。你确实住我楼上啊？那就跟我更没关系了。你到底有没有完？哎，你干嘛？我就是来确认一下，你这衣服确实在动物园买的吗？我确实是跟动物园买的，确实比你便宜，确实可以气死你。你干嘛啊你啊？我就是告诉你，你这个要是确实在动物园买的，那确实的比我这便宜，我确实生气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确实要上楼生气去了。神经病！起来了，吃早点吧。给您弄了点儿。我们呀，平常都是习惯吃这西式的，什么豆浆、油条、烧饼，我们受不了，都比较腻啊。这鸡蛋您瞧，都是半生不熟的这种啊，怕您吃不惯，所以给您弄了几个茶叶蛋啊，这都煮得很透很熟了已经啊。习惯。哦，小时候生鸡蛋都吃。啊，这啊，那是胡椒，您可能放不惯那个，这是盐，对啊。嘿，您这挺专业啊。这样，您待会儿呢吃饱了喝足了呢，您就干点活儿，没什么特别多的活儿。今天呢，您就是一个是洗手间洗衣机上有一大堆脏衣服，您呢帮我拿洗衣机给洗了就完了。啊，有一件白的短袖，那是我的，上次吃水煮鱼的时候不小心溅了点油点儿。啊，您干嘛呀？这是糖吗？是糖。啊，忘放糖了你。啊，您还挺全乎啊。那个，然后您拿洗衣皂啊，先把那油点儿啊，您不嫌齁得慌啊？你看，光听你说话了啊，您先把那个油点儿啊，拿那个洗衣皂拿手搓一搓啊，然后您再往洗衣机里放。另外呢，
我那个有一条牛仔裤啊，前几天下雨，我这个脚后跟那儿呢也见了好些泥点儿。您也一样，拿那个洗衣皂呢，拿手先搓，然后再往洗衣机里扔，好吧？啊，还有呢，您呢再把那个厨房的油烟机得给擦一下啊，好久没擦了，油烟太多了。您不嫌齁啊？您吃那么些甜的行吗？喜欢吃。那个油烟机呢，边上有一喷的东西，那是专门擦油烟机的。您先喷几下，然后拿边上有一块麻布，拿那个擦就行，好吧？啊，然后呢就是这个咱这外面这小花园那儿有一水管子，您把地好好冲一冲。晚饭呢，咱就在阳台上吃，就在这后花园吃，好吧？啊，然后就是各屋的地擦一擦。哦，对了，另外我那屋我那个被罩也得洗了。别跟衣服一块洗，洗完衣服您再拆被子，就这么点活儿，啊，不多。您呢干完了之后，您爱干嘛干嘛。您愿意出去遛弯，出去遛弯；爱上哪玩上哪玩。5点之前您回来，您得开始做晚饭，好吧？您就把这点活干完了就完了。我呢今天很忙，我就全交给您了，把家，好吧？你说的这些我都不会干。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。金大哥，什么不会做？不是您不是在家里什么活都会干吗？我听说。没有，金亮跟我说是让我住在这儿来，是跟着儿子来养老来了。嘿，金大哥，您可不带这样的。您什么意思？您上我这儿享受晚年来了？您这当王爷来了？我得给您当使唤丫头是吗？大妹子啊，说句得罪你的话啊，使唤丫头吧，你年纪太大了，要是老妈子还差不多。不是金大哥，您要这么说话，咱可没法聊天了。这可不带这样的。您什么意思啊？您上我这儿抢清福来了？合着我给您当老妈子？哎呀，走。我不能走，我刚来，我得住1个月呢。那1个月是试用，现在用不着试用，结束了。走。你这属于单方面撕毁合同，法律上无效。您耍赖是吗？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。行，算您狠，行吧？您厉害，您狠，行。我把这个鸡蛋都吃了。噎死您！来了，妈。苗儿，你不是跟我说他爸是一免费全职保姆吗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啊。我和小亮在他们家住的时候，什么活都不干，都是他爸干的。哎，他刚才可跟我说了啊，他说他什么都不会，可。不会吧？哎，老妈你别着急，我估摸着呀，就是因为他爸刚搬到咱们家来，还把自己当客人呢。别着急，咱们来啊。得了吧，他什么拿自己当客人呢？我瞧得出来，他这是诚心跟我叫板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着啊？要不然我帮你跟他说一声。甭，你甭管，这事儿你甭管啊，我能把他搞定。拜拜。想跟我叫板，找死呢吧你！哎，老公，你今天几点下班啊？不会有手术吧？手术应该是不会有了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了，你爸跟我妈又杠上了。啊？你看我今天出来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你看，果然他俩是杠上了。你说怎么办呀？他们俩不会打起来吧？那倒不会，那倒不会。你别胡思乱想啊！哎，这样，老婆，咱俩今天啊，谁要下班早，谁就先回家，一定把他们稳住了。我下班早。走，赶紧走。费了半天劲吃力不讨好，还给身边埋一地雷。哎，是你别多想了啊！回去咱们再看怎么办啊？哦，好吧。哎，要是你下班早，你还是来接我吧，咱俩一块回家。我怕我一个人搞不定。啊，好，咱俩一块回去解决啊！你等着我接你去。
好，拜拜。你不说中午你不回来了吗？哎，金大哥，您不觉得您这话问的有点唐突吗？说句不好听的，您管着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想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，我想干嘛干嘛。我饿了，我回来吃午饭。开饭了。哎呀，正好，我也饿了。我的那份呢？我的饭呢？金大哥，这样啊，咱俩呢心平气和的谈一谈，啊，咱们呢都是成年人，老年人。您是老年人，我是成年人，行吗？咱们都是在文明世界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，起码的道理，咱都应该懂，是吧？两个孩子结了婚，爱住哪儿住哪儿，住哪儿都可以。但您凭什么呀？啊，您凭什么要在我这儿当寄生虫啊？您这算不算欺负人不带冒烟的呀？啊，人总得有被利用价值吧？我有被利用价值啊！您有什么呀？什么被利用价值？我听听。我可以陪你说话、聊天、解闷儿，等等等等。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。您觉得您能陪我聊天是吗？可以啊。你觉得咱俩能聊得上天是吗？能啊。哎，那咱聊什么呀？说句老实话，咱俩都不在一个阶级。我平常跟什么人接触，您知道吗？我接触的都是明星、大腕、艺术家，都是文艺界高层人士。您知道我们聊的是什么呀？很高层的话题。我跟您聊什么呀？您可真够可笑的。哎呀，我无语，无语。我不太关心你们文艺界的事儿，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谁动了我的午餐呢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您在我们家自己不动手，饿着了你。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。你说的对呀，早晨这果酱抹的有点微多，有点厚。行，你放心吧啊，胡大夫，等下午我去三城再看一眼。哎，小梅怎么还不吃饭去啊？我减肥呢。怎么这年头都减肥呀？你说我这样的还用减吗？你这样的正合适。我在这打个电话不影响你吧？没事，你打吧。
哎，爸，干嘛呢？怎么样，在家？挺好的。我跟你说，中午你别凑合，多吃点儿。不凑合，不凑合，四菜一汤。我这不跟你丈母娘正在剔牙呢吗？是吗？你们俩吃什么了？吃烤全羊了，还剔上牙了？没什么事儿啊，我就问问看你干嘛呢？那我也吃饭去了。不是，你也别凑合啊。嗯，好。回来了。怎么你开门呢？阿彪呢？他跟夏荷约会去了。谁？夏荷，他怎么跟夏荷还有联系啊？夏荷发他工资吗？他发工资还是我发工资？啊？这他妈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还上来！他今儿这又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今儿这出门就这样。你看这一天在现场都刮了脸。哎，是不是你惹着他了？我看他今儿一天都没怎么搭理你。对对对，好像对你特别掉脸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哪惹他了？现场我离他远着呢，我能找着他吗？我。哎，反正我不管了啊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先撤了啊，你们等着挨骂吧。我也不等着挨骂，我也先撤了。我等啊，我也不等。回来了。不是金大哥，什么情况啊？您瞧瞧，您坐的这姿势，您像在别人家吗？金大哥，您用不着剪了，回头我拿吸尘器吸。金大哥，我跟您说，我之所以同意您住到我家里来，纯属因为我闺女跟我哭诉。我闺女为什么跟我哭求啊？因为我闺女心疼她丈夫，心疼您儿子。咱们俩都是为人父为人母的人，是不是？咱可不能这样。您要真的心疼您孩子，心疼我孩子，您就稍微做的能不能规矩一点啊？能不能局气一点啊？啊？我发现我就是一个农夫，您就是冻僵了的毒蛇，太不像话了！我告诉您啊，今天您就得搬走，您儿子回来，您自己去跟他说，好吧？搬出去的可能性没有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在我的记忆的程序中，已经输进去了住1个月的期限。谁给你的权利？你输入这程序啊？我自己给我自己输的。您说吧，那怎么办？您想怎么办？根据你我双边的关系来看，咱们俩之间的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级别。咱俩的战争怎么打都行，不管是打机关枪还是扔手榴弹，但是我们不能伤及平民百姓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行，我懂了。您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俩该打怎么打都可以，但是别让孩子知道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。成。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，为了照顾2个孩子之间的感情啊，我们都可以。行。但是，如果孩子回来以后，咱们俩一定要做出这个和平共处。行。相敬如宾。行。举案齐眉。谁跟你举案齐眉呀？金大哥，现在孩子没回来呢吧？没有。那行，那我就给您扔手榴弹了。
不错。聊得怎么样？太好了啊！你丈母娘老崇拜我了，是吗？行了，我都聊半天了，有点累，你也赶紧休息去吧。行，那你歇会儿吧。没事，我就随便问问，聊得好就好啊。行，你歇会儿啊。哎呀，跟老娘们儿气死我了！你妈说什么？你爸说什么？我爸说聊得挺好。我妈说聊得特别好。是吗？哎，可是刚才咱俩进门之前，你没听见他们好像吵吵来着？是，我听见了，挺热闹的屋里。那没准俩人聊高兴了呗。哎，你说他俩要真吵起来，咱们俩一进屋，他俩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？要不然咱俩再观察观察。没准咱俩多心了，人俩聊着好着呢。什么动静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是啊，我怎么在这儿？那就请原谅吧。坏了什么坏了？好着呢。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想问你呢，出啥事了？干嘛呢？睡觉啊？坐着睡啊？我原来是躺着睡的，那怎么坐着了呢？不知道啊。狗屁！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你看你妈把我爸都吓成什么了？那是，都表情都傻了。那我妈还吓着呢，你看她吓得出溜出溜的跑。不，老婆，我跟你说，咱俩赶紧分析分析，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这是大晚上的啊！我这没遇过这种事儿啊！有什么好分析的，阿姨呀？肯定我妈睡糊涂了。睡糊涂了？我跟你讲，明天早上别跟他们俩提这事儿，俩人肯定脸上挂不住。不是，那他要是问咱俩呢？不知道，睡觉呢。装傻？对。啊，那我会。睡觉吧。这是自然现象还是超自然现象？
起来了啊。昨晚没吓着您吧？没有，我还怕把你吓着呢。瞧您说的，哪有自个儿吓着自个儿的？我跟您说啊，我这人吧，就是有那个叫夜游症。以前米儿他爸就跟我说，我说告诉你啊，你有夜游症啊。我说滚，你才有夜游症呢。他说真的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你拎个大棒子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梦见家里来坏人了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绝对的，要不然你能拎个大棒子出家门吗？我当时一想，对了，我好像是梦见家里来坏人，我准备跟他搏斗来着。你瞧，多悬呢！昨儿晚上，我得亏是空着手进的您屋，我万一要梦见家里来坏人，我举把菜刀进去，我这一进去，我咔咔咔。米儿他爸说了，法律都不管夜游神的事儿。万一我哪天我犯了病，我举着菜刀进您屋，所以您睡觉啊，您不能睡太沉，您就虚会儿睡，然后门一响，您啪把眼睛一睁开，这时候我举着菜刀刚要过来剁，您立刻就喊大妹子，我是金大哥，千万别砍我！我腾一下醒了，就没事。那个您在这干嘛呢？这不晨练呢吗？您请外边啊，这是我的地盘。平常我一般是在这儿活动活动。一起练呗。一起练不行，您那动作一般幅度属于上下翻飞，我属于左右开弓。好，你左右练，你练，你左右练。我回屋啊。你练。下战斗机，后击，战斗机，后下，下斗机，战斗机，后下。练。下，战斗机，后下。我们走了啊。何爸，吃饱了吗？饱了。把那奶喝了，我喝不下了，不喝了。有点来不及了，先走了啊。像我爸昨天晚上那样，完全傻了。我从来也没见过我爸那么木我的表情。早上吃饭，一声都没敢吭。我的天哪！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哎呀妈呀，大妹子，你这是咋了？有活动。文艺界谁死了？
没听说过婉礼呀？婉礼死了。不聊了。不是大妹子，怎么干嘛呀？那锁子咋锁不上了呢？早就坏了。换一个吧。换它干嘛呀？锁门呢？锁它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金大哥，我们家多年以来的规矩是：大门必须锁，小门不准锁。参加个葬礼。素华啊，真是你呀！哎呀，晚礼服好漂亮啊！嗨，出去有事呀？啊，有活动。瞧瞧您这素质。我这素质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没事，我夸您呢。夸我。婉礼演过啥呀？藏什么藏？是不是你媳妇照片？不是，哎呀呀，给我们看什么嘛！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呀？小气死了！结婚典礼都不请我们去，照片都不让看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婚礼办的比较仓促，是吧？喜糖不是给你们带来了吗？再说了，你连份子钱都没给，看什么照片啊？你要给我们看照片，我们就给你份子钱。真的？真的。那看吧。哇塞，好漂亮呀！漂亮吧？赶紧把份子钱拿出来吧。今儿没有，改天的吧。嘿，一个比一个小气。还好看吗？好漂亮啊！胖吗？比我还瘦呢。瘦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那要是在唐朝，那我还是个美人呢，这不就没赶上吗？嘿，找谁呀？反正不找你，胖叔叔。穆小天。他叫我叔叔。